为了让台南市经济弱势的长者会用得到基本的保障，在市长黄伟提的见证，由市府社会局、争取南山人寿、加玉山银行共同关进保费，加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三方共同合作，为台南市年满65岁到75岁，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高龄长者，投保微型的保险。其实我们知道，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政府本来有一些不管是社会福利或者是社会救助，但社会安全网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碰到他们还需要更深一层帮忙的地方。那谢谢我们来自南山人寿、来自玉山银行我们的帮忙，还有我们的要保人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的帮忙，让这些社会安全网的能够补得更足，那织得更密，那不会更不容易漏掉任何一个人这一次终于有南山跟玉山补足微型保单在台南市的缺口，就是65岁到75岁的中低收入户。那我跟局长分享，在理赔的统计学上面，65岁到75岁的发生率是比一般民众是更大，等于是这方面保险公司要负担的责任是更重。但是我们何其荣幸，跟南山跟玉山有这个机会，能够接下这个重任，去担任补足这个缺口，最后缺口的一块拼图。所以我们非常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永续经营绝对是我们长期的目标，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决策都会把 ESG 放到我们优先的考量里面去。那也期待说一份爱可以牵引更多的爱。那当然，刚市长有讲到说不是抛砖引玉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只是砖而已所以我们也期待说能够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带动社会，大家都能够往正向的地方来做发展这项的微型保险会用确保低收入户一档50万的保额，中低收入户30万的保障。如果不幸发生意外，造成失能或者是死亡，有这笔保障会用协助弱势家庭来减轻经济的负担。估计全市大约有75000名的弱势民众受惠。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